湾的护国神山大竹殿进驻日本的新本馆，带动这个小镇规个拢好康起来。日本公布着上新的幸福度排行榜，新本馆为去年的第35名吊车尾，做一届进步32名，变做第3名。父のおかげでめちゃくちゃ買いたいという要望非常に増えてますし。大竹殿伫日本的新本设厂和房地产正热，嘛和当地伫上新公布的幸福度排行榜中摕到第3名。就业机会增加，那整个呢，那个房地产市场、消费市场也会跟着活络，让一个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变成一个大城市。幸福度的排行主要是调查民众上想要住的所在。今年沖縄甲鹿儿岛县是排第1、2名，新本县一年来进步32名，为35变成第3名。今回りしてる。だってもう日に日に変わっていきますもんね。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嘛，以大竹殿震撼报道，这个新本市长大势意思表示讲，为了改变需要这款的影响，嘛必须面对英国劳动力不足以及整修基础建设等等问题。投资带动就业，也会带动经济活络。依照互省劳动省发布的今年度第1笔上加工资，新本县平均的时薪是898块的日票，排行全国尾仔算来第4名。第1名当家平均是1113块日票，等是新本的劳工每1点钟就减领215块日票。这时大竹殿的薪水自然变成抢人才因素。依照找人的资料，伫大竹殿多出社会人起薪是超过6万块的台票，日本平均的起薪是差不多47500块的台票，加算的时薪是当地企业的3倍以上。若是专勤再加上补贴，一个月有可能超过13万的台票。台湾的大竹殿伫日本新本设厂，促成当地小镇的发展，提升幸福感。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